这么快？我把人物都杀光了。啊？少啰嗦，快把你那些什么私家珍藏的小哥哥全部都拿出来。凭什么呀？那是我收集1年的，我要留着自己欣赏。可是，人家都失恋了。好的，客官，马上就给你送过来。快点啊！喂，你的那个思修课结课的心得写了吗？写完了。那就好，那你帮我写。为什么呢？我失恋了。好，我帮你写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想用你那个香水帮我喷衣柜。不，你不想。很贵的。很贵哦。算了吧。因为我想着我失恋了，想闻闻香香的味道，但是也不能强人所难嘛，我自己消化消化。行了，我还想用你那个补水力爆棚的小蜜护面膜。不要踩我！我突然好想吃个橘子，你帮我剥一剥呗。拨一拨。好的呢。小鹿，这谁呀？哎，干嘛？来一趟学校咖啡厅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厚礼。我去。小气鬼能准备什么厚礼？每次让你给我送什么餐的时候，你也最多给我送个沙县小吃。柯南的限量手办，爱要不要？哥，你真的是我亲哥，我现在马上下来啊，你等我。